自2023年11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颠倒是非，也是明辨是非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赛亚书32章第19到20节。恁看，有一个王用公正治国，有官长照正直治理。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，暴风雨中的避难所，亲像沙漠中的溪水，风暴中大石盘的隐隐。迄时，目光的人会静静看，耳孔有听到的人会注意听。聪明的人有好判断，喙齿钝的人讲话顺搁清楚。无人会搁讲戆人是高尚，无人会称小人做君主。戆人讲戆话，心只有想要做歹。伊做亵渎的事，讲歹话攻击上主。伊互枵餓的人无物通食，放喙焦的人无水通啉。奸诡的人用的方法诡诈，因计谋邪恶。虽然困苦人要求公正，因要用伪证毁灭善车人。毋过，君主计划高尚的事，坚持做高尚的代志。清闲的妇人人啊，起来，来听我的话。无看无路的查某囡仔，着注意听我讲的话。恁这个无看无路的查某囡仔，搁过1年外，恁会惊吓，因为无葡萄通挽，无果子通收成。清闲的妇人人啊，着皮皮喘；无看无路的查某囡仔，着惊惊吓吓，着赤身裸体，摇下抹布，着为着好的田地，为着结一拍一拍的葡萄树垂胸哀哭。我子民的土地会发刺皮甲杂草，快乐的城市、欢喜的家园嘛会安尼。王宫会互人放杀，闹热的城市无人住，城堡甲守望塔拢会永远变做洞穴，成做野驴甲牛羊欢喜的草埔。到上帝找伊的神对顶面摒落来互咱，迄时旷野会变做肥的园，肥的园会亲像树林。迄时公平要住伫旷野，公义要歇伫肥软的土地。公义的功效是和平。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安稳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子民会住伫和睦的家，安稳的厝体，通歇困无受搅扰的所在。虽然树林受冰雹毁坏，城市受拆毁变做平地，毋过恁才会伫溪边野井，互牛驴会当自在食草的人，实在有福气。颠倒是非，也是辨明是非。先知以赛亚有言：有一日，要有用公义掌权的国王和公平治理的领袖出现，互人民有正确的价值观，过着平安、平稳、公义的生活。安尼的信息是人民对国家领导者的期待，因为当时社会现况
甲以赛亚的预言完全背道而驰。迄当时，犹太人民失去正确判断是非的能力，愚公无知的人，互称作是高尚尊贵的；奸诈的歹人，互称作是道德崇高的人；会晓趁不义之财的人，受称作是聪明人；有钱有势的人，受称作是赢家。信念即种颠倒是非的世代，人却袂感觉有任何的无妥当。因安逸满足伫现况，无视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，根本听袂入先知以赛亚的警告甲责备。因感觉家己的生活无任何问题，是以赛亚家己伤大惊小怪。因心内想讲，一切拢真好啊！先知为虾米安尼担忧咧？阮为虾米爱改变咧？2007年，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伫开学典礼的致辞中讲到，伊认为大学教育需要互学生知影，对找真理需要持续的验证和重新评估，需要不断的论证、挑战和辩论。福斯特校长认为，学生必须具备重要的基本能力，就是爱会当做出判断和评估事实的能力，搁伫新事实前面有虚心学习和自我成长的意愿。伊引用已故的哈佛艺术甲科学学院前院长杰米诺尔斯的话，伊要表达高等教育上重要的目标，就是确保毕业生会当辨别有人伫讲话乱缵胡蕊蕊。福斯特期望学生伫不断挑战和受挑战中间，学到即种能力，伫面对各种分歧甲意义中，找到家己的方向。先知以赛亚所传达的信息是：当公正的领袖出现，会带互人民明辨是非的能力，互受蒙蔽的目睭会看见，互会当听的耳孔注意听，喙舌也袂用来做假见证。人要了解真知识，将正确的消息传出去。先知指出，因为人行为正直，因要永远安居乐业。伫现今的世代，咱是毋是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咧？尤其是咱逐日拢会对手机接收到无数的信息，咱是全盘相信，还是会去查证咧？这个时阵，咱收到的信息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假消息。有一寡是故意抹黑中伤人，有一寡是误导对健康观念的理解。当咱略无注意，无经过查证就相信，甚至误信误传，毋但害着家己，也害着别人。盼望每一个属上主的儿女，拢拥有上帝所赐明辨是非的能力，通伫带点上帝所预备稳妥安全、无忧无虑的所在。试想，活在资讯量遮尔复杂的现代社会中，安怎互家己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咧？活在资讯量遮尔复杂的现代社会中，安怎互家己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咧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伫即个价值观扭曲的世代中，
恳求你赐予我正确判断是非的能力，予我无缀咧随波逐流，会当持守真理，伫你面前徛会牢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